大家好，我叫阿傑，呢位係我太太 Jenny， 我哋結咗婚26年，結婚後幾年婚姻生活都算係幾和諧。4年之後第一個小朋友出世，因為忙着工作照顧小朋友嘅緣故，不知不覺婚姻嘅狀態漸漸走下坡。記得嗰個時候，我哋嘅婚姻可以講話係處於冰點，夫婦兩個人咧就冇晒溝通，分房分床，對於婚姻嘅承諾咧就忘得一乾二淨。20幾年嚟積積埋埋嘅怨恨咧，就使我哋覺得對方都已經唔再愛自己啦。咁既然唔愛啦，咁更加係懶得用心去相處同埋表達關心啦。無論係落幾多功夫，我都覺得唔再係可以改變到啲乜嘢。咁但係有一次咧，就喺教會弟兄姊妹嘅口中聽見加新恩愛夫婦營有點樣好，一定要去參加一次㗎。參加加新恩愛夫婦營之後，先發覺原來幸福嘅婚姻係需要努力去經營，需要每日澆灌施肥，婚姻先可以茂盛。之前覺得自己已經好愛太太，但佢總係感覺唔到。以前咧有親矛盾嘈交嘅時候咧，我就總係唔喜歡丈夫逃避事情，選擇沉默。咁我咧就係需要即刻溝通，要解決問題嘅。參加加新恩愛夫婦營之後，我係學得點樣去溝通同埋表達，都知道化解衝突係有適當嘅方法。咁喺呢個營會裏面，我哋夫婦二人係真係再一次親眼嘅見證神嘅大能。喺佢裏面係冇難成嘅事，大山都可以挪開。人嘅心若願意喺神面前敞開嘅話咧，願意被塑造嘅話咧，就最頑固嘅性情或者係最偏激嘅思想，佢都可以改變。喺短短3日裏面，就竟然讓我哋兩個係慢慢可以敞開心懷，不但係讓我哋認識到自己喺婚姻裏面所犯嘅錯，仲能夠係願意互相嘅係懇求原諒。入營之前，其實我哋都冇抱太大嘅期望，覺得學到嘢就最好。但竟然我哋覺得學嘅嘢比我哋所想象嘅更多。參加加新恩愛夫婦營確實係我哋人生中最重要嘅決定之一。唯一可惜嘅係我哋冇更早嘅參加，可以免走咗咁多嘅冤枉路。希望大家把握機會，趁早參加，越早得益。